伫咧高雄卫武营的公共空间有一台钢琴，这台钢琴免登记，开放互民众大人囡仔拢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弹琴。所以因为这钢琴登记拢放伫户外，不时有民众甲这个弦仔线弹甲断去的情形。这3年多以来咧，断超过100多条，卫武营一年就要开24万做证收。这个15岁高中生，甲卫武营户外广场当作表演舞台。无论你敢会晓弹钢琴，这台公共钢琴逐工拢开放，而且唔免登记，唔免预约，你想要弹，随时拢会当弹。我们回来台湾是2-3个礼拜，然后都没有机会去弹钢琴，所以看到这个那么大的钢琴，也要弹一下。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有来弹，然后我觉得它放在这边还不错，刚刚好我喜欢运动，然后就骑车来这边可以运动，然后又可以练琴。在这个开放的空间，然后可以让市民享受这个音乐，然后又在这个这么恬静的一个环境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对，我觉得这感觉就像国外一样。卫武营是3年前把这台演奏厅倒台的钢琴搬来广场，无论大人囡仔随意轻松弹琴，嘛已经成做卫武营上水的风景。有民众是固定逐工来弹琴，毋过钢琴长期放伫户外，不时会出现琴弦断去。除了逐个月爱请人来调音，半年就爱大保养，甲钢琴零件拆开清理。因为大家来弹的这个频率还蛮高的哈，所以常常那个琴弦，因为那个琴弦它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，所以它很容易它会断掉。已经3年了，就起码断过100条了。随便维护这台琴一档爱开24万。简文敏认为，自将公共钢琴出现，琴声甲人自由交流分享，才不时传出琴声，才互卫武营活起来。记者邓亚文、大伟做高雄报道。